你记不记得你中了毒镖了？你不记得，当时你已经昏迷过去了。虽说是在几天前的事情，可今天你我相见，恍如隔世啊！你中了毒，必须要找到解药。是我带着韩老二，我们快马加鞭，跋涉300里，经过1天1夜的跋涉，终于拿到了解药。又快马加鞭，又经过1天1夜的跋涉，300里的路程，在你不行之前，终于把解药送到了你跟前儿。在下有劳四爷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跟你说，你呀就别跟四哥我客气了，咱俩谁跟谁呀？啊，以后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跟四哥开口。对，你想吃点什么？吃水果吧，啊，四哥去给你买点新鲜水果。啊，不，要吃鱼。你现在这个状况最适合吃鱼了啊，对你的伤口啊都会。吃鸡呀，老母鸡。四哥马上跟大伯要一只老母鸡，给你一起炖着，啊，就吃鸡。四爷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婆婆妈妈的。我有吗？反正你今日跟平日不一样。四哥对不住你呀。如果不是因为四哥没能照顾好你，你也不会受伤。我这心里难受。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？怪我？可不就是怪我吗？你想说什么呀？你今日到底怎么了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呀？知道你是一位姑娘。四爷果然是好眼力，双眼如炬，心细如发呀。一般。四哥我平时那是行侠仗义，豪气云天，但是呢，也比一般的江湖莽夫要多那么一点点才华和智慧。怪不得四爷长得这么娇小，原来啊是都长到心眼上去了。月姑娘，你可千万不要小看了四哥我呀。四哥个子虽小，志比天高。四哥18般武艺样样俱全。我个子虽小，但心灵手又巧啊。是啊，我也早就看出来了，四爷真是有太多优点了。所以，在下也想请四爷帮个忙。太没问题了，月姑娘，你别客气啊，别说1件，100件、10件、1000件，四哥都答应了。就1件。你说。我想请四爷替我保守秘密，任何人都不能告诉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放心吧。那在下就谢谢四爷了。我还要感谢你呢。你谢我什么呀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吧。蒋医师，周大伯，这岳公子刚刚修行不宜多说话，应该让他好好歇息。对，大伯说的对。哎，大伯，咱给他炖个鸡呀！岳公子的身体情况现在适合喝鸡汤，咱们给他炖个老母鸡。这鸡汤已经在锅里炖着呢。那我去给他买鱼啊，他现在也适合吃个鲜鱼汤什么的。现在他还不能喝鱼汤。那就吃水果吧。
新鲜水果也蛮好的，新鲜水果对你的身体也有好处。我去镇上买，你等着我啊。贾医师啊，你可真是热情古道之人呐。周大伯过奖了。不过我这个人呢，向来就比较会心疼人，比较懂得如何去照顾别人啊。你在家里休息着啊，千万不要乱动。我去买水果去了啊，歇着啊，歇着。诸位，好消息，万岁已经答应包大人前往陈州了。太好了！哎，那好啊，大哥，那咱走吧。我告诉你，这2天啊，在开封府啊，把我的呆子都快憋屈死了。说什么呢？闭嘴！王护卫，他不会说话，别生气。卢爷大可不必，咱们本都是闲云野鹤，散漫惯了。三爷不过是心直口快，把咱们的心里话说出来了而已。你老大，你看，还是王超兄弟懂我呀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早就想上山当野蛮人了。你说在这儿冲什么斯文呢？你敢？俺揍你！别吵了。那个王护卫，我们什么时候行动？做好准备，等包大人请到了尚方宝剑，咱们立刻动身。好。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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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岳父大人放心，包拯这次还是去不了陈州。你的那些馊主意、烂办法，我是再也不想相信了。岳父大人，小婿以为这盘棋咱们并没输。如此说来，难道还是赢了？也没赢。和棋？哼！即使现在我们想和，那包黑子也未必愿意。他是单兵穿心，外加卧槽马，杀局已成。我们也已经做成单车炮，只要将军就可以吃掉他的卧槽马。不过眼下最要紧的是看谁先下手，谁的步伐快。要说眼下，那主动权完全操在包黑子手中。哼，大人，也不一定。虽然我们现在看上去是处于被动的局面，但实际损失呢？我们只是为了一只车给他吃。包黑子不吃这局他就输了，吃了这局他就慢一步，结果还是输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的这次失手会让他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我们已经穷途末路，再无招架之功，还手之力。不是错觉，是实情啊！正因为这个实情，才会让他丧失戒备，产生骄矜自得的懈怠。那又如何呀？这个时候我们就突然出手，给他来个绝地反击，一定会给他打得晕头转向，满地找牙。为了对付这个包黑子，我是绞尽脑汁，可依然是处处碰壁。岳父大人不应悲观，这次我们再拿不下包黑子这个眼中钉，真是天灭我也！也不知四爷找到二爷没有？都这么久了，连岳公子也跟着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我也郁闷呐。眼下咱们急需人手，如果他们不能赶回来，咱们还真有些捉襟见肘啊。不行的话，我亲自去一趟森华镇。卢爷万不可去，咱们现在是关键时刻，要提防着庞贼狗急跳墙。大爷不能去，要不然就让雅兰去吧。我去三华镇找寻四爷他们。哎，老妹妹，这可不行啊！你说你啊，你这小脸蛋儿长得，你都美成那样了，你万一被这人贩子给你拐带到深山老林去，我们怎么跟老五交代呀？三爷多虑了，雅兰也是习武之人，等闲之辈还近不了我的身。这跟武功六功没关系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老五临走之前把你托付给我们，而且呢还写了那个纸条了。
你说，老大，我留了个心眼儿，我在那纸条上没签字。俺去，俺长得不漂亮，俺不怕被拐，俺是母老虎，谁要拐俺呐，俺就要他。你去，你认识道吗？俺不认识，你认识吗？我认识道啊！啊，我认识道。嗨，老大，那个伯父伯母上坟啊，我去过。这样也好，陆爷，我看实在不行，只能辛苦三爷一趟了。哎，不行，他太爱喝酒了，走不了3、5里地就倒在路边了。不怕，俺呐跟着臭老仙儿，俺不让他喝酒。鬼呀！你说你跟我去干嘛？让我去？俺就跟，俺跟着你，省得你被那人贩子拐跑了。不是你跟我去干嘛呀？啊！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长得又不像蓝妹妹似的啊，人家那小脸蛋都美成那样，这人贩子吃闲了，他把我拐带走干什么呀？哎，让你去帮别人打铁呀，打锄头，打镰刀，打火钩，打锅勺。哎，好了，陆爷，我看就让三嫂陪三爷一块儿去吧，这样就不怕三爷喝醉了。这样，你俩去了以后，不管找着找不着，速去速回。好，那个沙姑娘，看着他，别让他喝酒。他敢，俺呐揍扁他。你怎么出来了？不能出来，进去！那个外面风大，我看你还是进去的好啊。屋子里太闷了，想出来透透气而已。我跟你说啊，外面风大，你这身子骨，万一要是感个冒啊，着个凉，那不得了的事情啊！你还是进去吧，啊，进去。四爷，未免把我想的也太弱不禁风了吧？总而言之呢，这不是小心无大错嘛。要不这么着，你要是觉得闷的话，四爷我给你讲一个笑话，让你解解闷，好不好？你是到河里现捉的鱼吧？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，我还特意换了身衣服。没错，一大早四哥就下河亲自为你捞了一条鱼。那我跟你说啊，四哥要是一下水，那就是鱼里的祖宗。我跟你说呀，月姑娘，月公子，镇上的鱼不能买，不新鲜，必须要下河捞新鲜鱼。新鲜鱼做的鱼汤，那肉是鲜嫩可口，对你这个生肌长肉啊、伤口恢复啊，都是大大的有好处的。不管怎样，还是有劳四爷费心了。别！月公子，以后千万不要跟四哥我客气，咱俩谁跟谁呀？啊，进去。哎呀，这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，咋还没见着二哥跟四叔呢？咱这鼻子底下那是嘴啊，那咱可以问啊。这街上这么多人，咱见谁就问谁。那你倒是问去啊！我不忙吗？我来问去。哎呀，我问一下啊，我不买鸡，我问一下啊，看见老心儿的二哥跟四弟了吗？看见我二哥跟四弟了吗？哦，对。看见二哥跟四弟了吗？兄弟，没，看见老心儿的二哥跟四弟了吗？没有，真没有，真没啊，真的没有。不是没有，你们跑什么呀？给我站住！见没见着？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啊！我不是就问个人吗？我又不是母老虎，我又不咬人。你野蛮！
做个示范，一点都不斯文。哎，这位大嫂在上，你有看见俺家二哥跟四叔吗？哦，哎，这位大伯，你有看见俺家二哥跟四叔吗？哦，没看见。不是，看把母老虎给弄的，不孝。这位大嫂在上，小女子这下有礼了。你有看见俺家二哥跟四叔吗？不是，俺斯文呀，俺斯文呀，俺斯文也跑，这个，哎，这位大姐在上，你有看见俺家二哥跟四叔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不是那个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呢？这位大哥，你有看见俺家二哥跟四叔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俺要跟你打听个人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放开我！俺不放，今儿你要不告诉俺，俺就不让你回家了还。你一个女子，在大街上满大街的人拉拉扯扯的，这成何体统？什么体统不体统？你就告诉俺！不让你！大街上在干嘛呀？你这是？二位大哥在上，小女子这下有礼了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小女子的二哥跟四叔在哪儿啊？我看你这个花疯子，你是想男人了吧？不，俺不是想男人了，俺是想找俺的二哥跟四叔。可惜呀，不过有点肥。嗨，说谁肥的？肥点好，这越肥呀越软和。哎，飞哥，这3不是4的，小黄苗啊，真的？咱们有热闹看。飞哥啊，哥哥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。对，打人了！干什么呀？打人了！干什么啊？你说俺肥，就你骂我啊？骂姑奶奶！你怎么不笑啊？看有啥好看不好看的？好不好看啊？啊，干啥？你这是干啥呢？我揍人呢！哎，姑娘，你看你这个姑娘这样多不好。小花，你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放了我吧！哎呦，奶奶，你滚！快点儿，快点儿！姑娘，你说你要找的二哥和四弟，他们姓什么叫什么呀？啊，二哥叫韩章，四弟叫蒋平，咋啦？那你是？俺是徐老仙儿家掌柜的。好，我带你们去找他们。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你什么人呀？不会是哄骗我们吧？哄骗俺们的？嗨，我骗你干什么呀？韩章是我的表侄，我是他的表叔。表叔？是啊。是啊，我父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只有我孤身一人，平踪无定，四海飘零。真是无独有偶，造化弄人呐！岳姑娘，岳公子，蒋某人跟你的际遇那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们5兄弟，除了老大已经成亲生子之外，其余4个人都是光棍一条啊。其中有以蒋某人为最，光的最光，精光。哦，此话怎讲？精光的意思就是不出5服的这个本家，3代以内的血亲一个没有啊！这就叫精光啊！好事儿啊，岳公子，没有亲戚好，没有亲戚是个宝，少些牵扯，少些烦恼。可是，也少了家人的温暖，还有困难时候的救助。这困难，人生在世，谁能没有几个困难呢？关键时候，咱可以使银子嘛。那看来四爷这些年倒是捞了不少银子。可不敢那么说，那不叫捞了很多银子。岳公子，那是四哥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攒了很多银子。那你可否跟我透露一二啊？不
但话又说回来了，有朝一日，四哥我一旦想退隐江湖，或者是遇到一个和我情投意合的红尘知己，那四哥就下个决心，我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支他100亩良田好土，我也要过一过那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隐士生活。这点本钱，四哥我还是富富有余的。那你什么时候准备归隐山林啊？这不是八字已经有了没一撇的事儿吗？你在等什么啊？等人。我在等一位能够慧眼识英雄，能够和蒋某人惺惺相惜、相伴已老的红颜知己。闲一事，岳公子，你们看谁来了？好你个矮子老四啊！哥几个在开封府急得直跳脚，你倒好，在这儿享起清福来了。老四，俊猛，别美了！知道我来干嘛来了吗？干嘛来了？哥，我是扶我大哥之命，拿你来。拿我干什么呀？爹，娘，儿子过来看看你们了，对不住啊，这娘的忌日我这也没赶上，别往心里去，二老。对了，我把咱们老韩家的儿媳妇儿带来给您二老看看。爹，娘，媳妇儿今天是第一次来拜祭你们，请你们保佑媳妇儿早日手刃仇家，亲手为媳妇儿的亲爹亲娘报仇雪恨。行，爹娘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，有空再过来看看二老。走吧，咱们还得奔着三花镇赶去呢。没想到短短10日，京城就发生了这般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王朝所虑即逝，这个时候就怕庞贼这帮人狗急跳墙。看来等老二他们一到，我们就得马上动身了。不可以，还得辛苦三爷三嫂一下。哎，不辛苦，有啥事儿你跟俺说就是。你这么俊俏的小生啊，哎，俺看着就喜欢。哎，亏呀！我说了多少回了啊？人家是男人，男人不能随便喜欢。俺就要喜欢。哎呀，着急呀！哎，三嫂，别动气啊！老三你也是的，人三嫂没有别的意思，她就是说岳公子长得讨人喜欢。就是，没别的意思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一个小后生啊，偏偏长了一副小妹妹的模样。哎呀，你说这爹妈是怎么做的呢？三嫂，还是说正经的吧。啊，我呢要麻烦三爷还有三嫂陪我去趟开封府。现在启程还有半天的功夫，怎么也能赶上110里路。二哥还没来呢，你在这等他，我们先走。你的身子早已经好了。那，坐过去点儿。岳公子，是这样啊，你说我们刚到就要马上回去，不瞒你说啊，这些日子在路上几乎就没喝酒。你说来了怎么着也得把这顿酒给补喝回来。不行，大伯子说了，在路上不许喝酒。你什么脑子？大伯子怎么说的？在路上，这是在路上，这是在表叔家。好，三爷，要不这样，等到了开封府，我给你买10坛好酒。哎，行了，我说这么着吧，多歇1宿，就1宿，明天早上不管二哥他们来不来，我们都动身，这总行了吧？不行，现在王朝连卢爷都不放，一下子走了2员大将，如果府中真的出了什么差池，你我都是千古罪人。反正老薛不走，
哎，就一个晚上，耽误不了多少行程的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不帮我说话？不，我是帮你说话的呀。这你要走也可以，你走，蒋平陪你走，有我陪在你身边，我也放心啊。对，我家老四说的对，你陪着岳公子，我留在这儿等老二。对，那敢问三爷，可有四爷这张利嘴，能说服二爷去开封府吗？哎呀，说的也是啊，老四，你说我老三这嘴不丁用，那老四这嘴那就是狗打哈欠，臭嘴一张啊！青哥，给我以面子行吗？好了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都各自有各自的小算盘，我也懒得跟你们争。我先去。别，岳公子，行，我帮岳公子说话。这样，三嫂、三哥，那就麻烦你们了，好好的保护岳公子。岳公子有箭伤在身，你们千万要保证他的安全，绝对的安全。放心吧，哎呀，这岳公子这俊俏的模样，我看着心里就舒服。我一定会像宝贝一样的护着他，我绝对不许谁乱碰乱撞。谁要是碰烂了一点啊，我就让他赔上全部的家当。放心。喂，三哥，你怎么了？老四弟，我记住了，有一天我要是死了，就是被你气死的。谢。行了，我去收拾东西了。我去帮他收拾东西啊。看到没有？这四叔也喜欢岳公子啊！哎呦，你看他在那跳来跳去，活像一个猴子一样。亏呀！我说过多少回了，这男人喜欢男人啊，人家这叫惺惺相惜，英雄赞英雄。这女人啊，就不能随便喜欢男人，这女人只能喜欢一个男人。我偏要喜欢你，只能喜欢我。斯文。那我先走了，包袱给我。你啊，我送你一程，我闲着也是闲着嘛，啊。不必了。这。好，老四，这。走。小声注意点，路上。蒋公子，就送到这儿吧，改天我们又要见面了。哦，那行，你路上小心啊。三哥三嫂，你们帮我照顾一下岳公子啊。照顾一下岳公子，我听这话怎么咯里咯哒的？三爷三嫂，我们走吧。道别了，就，那你小心点啊。好，这。哥的吗？三儿啊，你们俩先坐这儿喝点水，我去给你们做饭去。谢谢表。哎呀，别客气，坐下。坐啊！老天保佑！哎呀，好儿哥！哎呀，正好咱晚了那么一小点嘴也没关系。干啥呀？哎呀，路上再给你解。别着急，等会儿。
我给你介绍。哎呀，不用介绍了，季姑娘我认识。不一样了，啊！赛花姑娘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老韩家的儿媳妇儿。还没过门呢。没关系，过不过门都是我的二嫂。二嫂好，二哥咱们走着。干啥呀？二哥，我一时半会儿给你解释不明白，咱们去追月公子，人刚走茶还没凉啊，去开封府喽。等会儿，干嘛呀？开封府啊？不去。韩正，都什么时候跟我玩这一手？你去不去？你去不去？我不去，你少来这套，老四啊！我什么时候答应你去开封府了？你是没答应过，但你现在跟我去一趟不行吗？啊，好，二哥，去一趟，好吧？不行。我明白了，你就是饱汉子不知我饿汉子饥，是不是？没错，不知道怎么的，我饿了要吃午饭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，韩老二！你别这套。二哥，二爷，二大爷，就算我求你了还不行吗？你把四弟我气死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四叔，你先别着急，先冷静一点。我没急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解释不清楚。你看我跟他急了吗？我一直跟他和颜悦色的说话，我对他多有礼貌啊！他理我了吗？他一点都不理我。韩老二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，你们当官我不管，我不当官你凭什么让我？我要找人。我不去。你说你们两兄弟好好的，好不容易才见面，怎么一见面就争起来了？先冷静一点啊，二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别指我，你别指我，我你别指我，你别指我，不说了。老伴儿啊，我去镇上打下酒了。哎，老头子，你说他们怎么见面就吵架呀？哎，你没看见蒋义士，自从知道了月姑娘的真身之后，眨眼之间像变了个人似的。你看，整天的守候着献殷勤呐。哎，这月姑娘刚走，他二哥也回来了，这不就着急去追赶去了吗？按说呀，这蒋义士人倒是挺好的，就是个头嘛，恐怕月姑娘是看不上他的。如此一说，那蒋义士不就成一厢情愿了吗？这男女之间的事儿啊，这还说不准。有些人呢，看上去十分般配，哎，可是却形同冤家，用力绑那都绑不到一块儿。是。有些人呢，怎么看也不是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吃货，可嘿，偏偏就成了。那好着，一辈子生生死死是在一起。就是，这人呐就得要个缘分，要有缘嘛，就是雷都打不散。你瞧咱侄儿跟那个季姑娘，哎呀，天涯海角的两个人，就这一天半天的就好在一起去了，这可是千里姻缘一线牵。看那蒋义士啊，心急火燎的样子，哎，我干脆啊，替他劝拐之几句，叫他陪他一块儿去追月姑娘。哎呦，不行，咱侄儿才刚来，这又是头一次带媳妇儿回家，我看好歹也得让他们多住几天。张儿的事，以后有时间。可是这月姑娘对蒋义士来说，这可是过这个村儿，可就没这个店儿喽。哦，对，看我，好的，那你赶快去吧啊！二爷，你就依了四叔吧。我们先舍下大义不说，就说这庞贼他无端让展昭暗害于你，又杀害了我的父母，就算是为了报仇，
你也应该与众兄弟合作，跟随包大人去陈州捉拿展昭。听人家季姑娘说的，嫂子多明白事理。跟你有关系吗？赛花啊，展昭那贼子，我肯定帮你把他拿下。但是自古黑白不一道，江湖官府不往来。那你父母的仇，我单独给你报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告诉你，江南武艺加在一块儿，再加开封府的全班人马，对付庞贼都捉襟见肘。庞贼的势力多大，你知道吗？你单独一个人，那是鸡蛋往石头上碰。二爷，我们单独行动，就算得手了，那也只能落下一个乱杀朝廷大臣的罪名。听听。但是如果我们与开封府合作，那我们就是帮助朝廷铲除了乱臣贼子。我们就算无功，但至少也无过吧。听听，张儿，伯父，张儿，你们刚才商议的我都听见了，况且讲义士也讲得很清楚。可表叔呢还想啰嗦几句，不知道你爱听不爱听啊？爱听。您讲。张儿，你这次前去，只要不让皇上知道，没有人逼你当官。只要你帮助包大人惩治了庞贼，又逮住了展昭，为季姑娘又报了仇，这时候你在暗中离开，重回江湖，这个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二哥，其实说老实话，我们兄弟几个谁想投靠官府当狗腿子？这样，咱们一开始就跟包大人说，把庞贼拿下之后，我们就退隐江湖。我相信相爷一定会全力支持我们的。二爷，表叔他说的很对，这样一来，既维系了你们兄弟情谊，也不会深陷官场，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只要不让我当官就行。你说的啊，不许反悔啊！立马启程。走不了。你说不反悔的？没反悔。我跟赛花2个人就一匹马，怎么走？看来啊，只有明天到镇上再买匹马，再行赶路吧。不，你也欺负我！苍天哪！你对江平何其不公啊！怎么了，二哥？不走了，住去吧。饿了吧，是吧？我也饿了。二哥，我跟你说啊，前面有一家店，咱们去那儿打尖啊，吃饱了肚子再赶路。反正这儿离开封府也不远了，我估计着，天黑之前咱就能到。老四啊，傻了。听不明白我说话意思吗？那你意思是啥呢？不走了，住下。你让那包拯过来亲自找我，答应我不用我当官，我再进城。